后来针对着检调一透早搜索着无党籍的立委高金素梅的国会办公室，立法院长韩国瑜回应，讲台北地检署伫调查的定数是完备的，但是伊必须爱帮高金委员讲两句话。程序上是完备，在立法院的人事陪同之下，进到高金委员的研究室，程序上是没有问题。但在这里，我必须要帮高金委员讲两句话。20多年，高金委员在立法院的表现可以说是原住民的捍卫者，问政非常的认真，而且呢，只要原住民所有的权益，高金委员可以说是一女当关，万夫莫敌，还有这种气势。我们相信高金委员是经得起检验的，尊重检调，但也希望对于高金委员以及立法委员所有的调查，必须一定要公正。韩国瑜讲，高金素梅问政非常的认真，相信伊绝对是会堪的检验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